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蔡老師。上一集我哋以王維嘅七律即與莽村莊作為例，介紹咗古人有關五律同七律異同嘅論述。我諗大家對七律已經有咗啲初步嘅了解。接住落嚟三集，我哋會按詩歌創作時間嘅順序，講三首被古今說詩者譽為七律第一嘅詩作。第一首係初唐沈傳奇嘅古意《程寶闕橋之姿》，第二首係盛唐初期崔顥嘅《登黃鶴樓》，最後一首係盛唐後期杜甫嘅《登高》。中間我哋仲會插講李白只在 P.K. 崔顥登黃鶴樓而作嘅《登金陵鳳凰台》。而家我哋就先睇下七律第一支爭中成詩時間最早嘅一首沈傳奇嘅古意《程寶闕橋之姿》。沈傳奇同宋之問嘅作品普遍被視為律詩平仄音律成形嘅標誌。沈傳奇古意呢首就係平仄格律成熟嘅一個好好嘅例子。不過佢嘅主題同藝術形式仲係延續住六朝嘅詩歌特色，與盛唐中晚期嘅成熟七律仲係有好大分別。古意仲有獨不見呢個名，獨不見係樂府嘅古題。樂府詩集話獨不見相思而不見也，係寫唔能夠相見嘅淒苦。可見沈傳奇喺題目就講明咗對樂府嘅繼承。盧家少府即係莫愁，原本係梁武帝詩歌中嘅一個人物，後嚟成為少府嘅代名詞。沈傳奇俾樂府古題穿上律詩嘅衣服，仲可以寫得咁圓轉動人，每一聯都博得唔同批評家嘅讚賞，可以話係成功嘅圓記之作。下面我哋就逐聯分析，睇下佢呢首詩嘅精彩和不足之處。古意沈傳奇，盧家少府鬱金堂，可宴雙棲待暮涼。9月寒氈吹木葉，10年征路憶遼陽。白狼何不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謂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樓王。首聯鬱金堂、待暮涼呢兩個意象真係好華麗。我哋感受到嘅並唔係樂府古意，而係一種對齊梁硯體嘅繼承。其實鬱金堂有兩個解釋，有啲學者好似沈德潛咁，認為係鬱金香，即係古大秦國嘅一種香料。喺河中之水歌入面就有中有鬱金蘇合香呢句。另一種解釋就係糖解，指嘅係鬱金嘅香味喺糖入面，由遙遠嘅歐洲運過嚟嘅香料，用代暮裝飾房梁。大家可以諗到，詩入面嘅少婦應該係有錢人家。呢位闊太太住喺富麗堂皇嘅鬱金堂，睇到可宴成雙成對咁而黯然神傷，佢衣食無憂，咁係點解會傷心嘅呢？由此就引出咗下面佢嘅心理活動。大家都知道，我哋成日都以起承轉合嚟分析律詩嘅結構，但係呢首詩並唔符合起承轉合。按道理嚟講，應該係喺頸聯轉，但係呢首詩嘅頷聯就有一個極大嘅轉。首先係風格嘅急轉，雍容華貴嘅齊梁硯體一變為充滿蒼涼古意嘅樂府體，詩入面嘅景物亦都隨之大變。前面一聯仲喺度寫少婦家中嘅富麗堂皇，呢聯就將視線移到咗邊塞，與首聯嘅景物描寫截然唔同。9月寒呢啲字眼都令人感受到秋風消失，寒氣逼人，落葉催促住少婦早啲縫製寒衣，送俾戍邊10年，大概係當將官嘅夫君。巧妙嘅係1、2兩聯咁大嘅轉變卻並唔顯突兀，因為一切都係由上一聯可宴雙棲待暮涼觸發嘅，燕子成雙成對咁棲息喺梁上，引發咗婦人對夫君嘅思念，咁樣先至有咗頷聯對夫君邊關生活嘅想象，以及下面嘅抒情活動。正係如此含蓄嘅表達，令到好多批評家認為呢首詩拓新咗六朝硯體，託興深遠，得豐人之子，繼承咗《詩經》嘅傳統。頸聯按律詩嘅規律嚟講應該轉，但係呢首詩卻將此聯作成用，上下兩句分別回應頷聯同首聯。上句先寫丈夫戍邊所在地白狼河北，音書斷，
寫夫君盼望家書，並從佢嘅角度講離別之情，緊扣含聯10年征戍邊塞景象嘅描寫。下句就回應首聯，妻子獨居喺丹鳳城南，秋夜長，表明佢難捱漫漫夜長，從少婦嘅角度寫離別之苦。尾聯，誰為含愁獨不見，係少婦嘅口吻，話誰能明白我依家嘅孤獨處境，更教明月照樓王，將呢種思念之苦遷怒於月亮，指責明月係佢最憂愁嘅時候照住佢嘅床圍，撩人愁思。呢一聯被認為蘇東坡名句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所本。呢首詩嘅結構得到好多批評家嘅讚賞，稱之為血脈流貫。實際上，咁係巧妙改造樂府嘅頂針格嘅碩果。所謂頂針格，就係指每行最後2個字係下面一行頭2個字嘅重複，用呢種方法將詩歌連為一個整體。呢首詩入面實際上就含有一種隱藏嘅頂針格，好似10年征戍憶遼陽，下面緊接住白狼，白狼就係遼陽嘅一條河，而秋夜長後面緊跟住一句誰為含愁獨不見，漫漫長夜之下，少婦含愁思夫卻不得見，亦都係好明顯嘅詩意上嘅勾連。吳橋講8句如鈎鎖連環，不用起承轉合一定之法也，就係欣賞呢首詩嘅勾連結構，認為律詩唔一定要遵循起承轉合，如此開合流蕩，自有氣勢。呢首詩嘅成與敗，皆在於對樂府嘅繼承。可以話呢啲被各代批評家表揚嘅地方，亦都係被認為不足之處。沈傳奇呢首詩雜用硯體同樂府，並非七律正格。正因如此，好多唔同意將呢首詩稱為七律第一，確認認為呢首詩係冠冕初唐嘅七律，咁樣係比較公允嘅。點解呢首詩難當唐人七律第一呢？呢度可以用古人嘅方法作一判斷。上一集我哋講咗，古人常用係咪可以加減2字嚟確定五律同七律各自嘅特質，但好可惜佢哋冇用呢個方法作為評選七律第一嘅方法之一。我哋試下睇沈傳奇古意刪去2個字，係咪仲可以成立為一首意義完整嘅五律？答案係肯定嘅，去咗呢啲詞，10年、9月、白狼等都係時間、地方詞，而喺成熟嘅五律、七律入面，含聯同頸聯要將具體嘅時間地方去掉，從而進入一種永恆嘅抒情。不難睇出，減字後詩意非但冇太大變化，反而更加緊湊。如果按照詩須5言不可加、7言不可減為妙嘅原則，能夠減字成為5律嘅7言律詩都唔算上乘之作。咁沈傳奇呢首詩顯然唔可以作為七律第一。不過沈傳奇加上呢啲具體嘅時間、地方詞都並非全無益處。呢啲使呢首詩保持咗一種樂府嘅風格。受口頭表達嘅影響，樂府中會用具體嘅時空變化嚟羅列意象。口頭演唱需要一啲時空嘅提示，加呢啲詞能夠令時間、地方具體化，就好似《陌上桑》入面嘅日出東南隅，照我巡視樓。詩中不斷交代具體嘅時間同地方，令敘事比較清晰咁進行下去。通過講解，大家應該能夠體會到呢首詩嘅婉轉動人，但佢集有樂府嘅手法，能夠刪掉2字變成5律，咁至少證明沈傳奇仲未將七律嘅特質發揮到極致。希望大家中意以上嘅分段講解。下一集我哋一齊嚟睇崔顥嘅七律命篇登黃鶴樓，睇下呢首詩又有咩過人之處，令佢能夠躋身七律第一之爭。